2015年全國語文競賽台灣客語朗讀文章國小學生組去六強，編號6號朴然，總明星念作天使浪咧。雖然日頭凍蒼眼，不過身體還是感受不到佢嘅熱情。這時節仍然看到朴嘅然對農場順頭衝頂出，相愛向改編韓國戲，做唔得獻過喲。阿婆大馬古上險，水軍咧向妹天頂朴然寫到愛遠唔hết。劇戲時想愛打開農場改嘅世界，就會聽到阿婆提醒講，世界很茫多，你絕對做唔得打開來喲。愛是做得地順頭，避免朴然帶出來嘅向妹過年。像說愛就好在阿婆嘅師傅妹天然，好天氣喜慶特別零下大嘴鼓，美好天氣喜才然淋水摘菜，如美好天氣地做下無限出彩，看佢創造技術用，變出各項客家美食，當日食盤世界，係愛最幸福嘅事件。愛喺世界最期待過年，因為過年前阿婆聽說會出愛最好食嘅鹹甜飯，這係愛人生最深嘅阿婆派美食。年30前2日，佢會先去米店淘米，轉屋下之後，老米洗淨就開始蒸米。阿婆講，本朴嘅米伫咧洗時呢，天公日就會老二強壯肉津津咯。愛接就去看米嘅變化，直到大擺看起來都強壯，遠唔很悶。阿婆，米洗安久時呢咧，樣板全冇變化呢。阿婆少年講，好水木咧，天公日你就地咧，天猛講，愛就聽聽阿婆紅蔥，就去看米，湊一下鏡，哇，佢都真勁變態咧呢。愛老阿婆帶點放年嘅米去愛，愛顧地順頭看點米，本人送落機去，接點就天天的流出朴謝謝嘅頒獎。愛老阿婆聽說開頒獎準去，3年老頒獎用頒台總年，夠用石頭10年。阿婆老愛講，本期熱的事件出水。這下因你先來去做鹹甜版嘅靈魂配套，阿婆肯落做下兩下班，就皮到風從頭老肉變成好朋友嘅美食，再個變落切好嘅豬肉香菇，是隻好朋友向下高料，鹹甜版嘅靈魂配套就變好咧。這時節貴間屋都香撲撲的。最尾老記得變落農場都開始吹，水軍看到朴然衝人出，皮到向從頭嘅向妹，愛當歡喜，想愛掀開個兒。阿姐，你去到倆做乜嘅？老妹喊過來。啊，就向從頭妹時嘅朴然，本愛想起阿婆咧，未本愛心肝頭老貴心都少暖起來。老妹行轉屋下嘅事，愛對電佢講，因你過年前來做如阿婆妹時嘅鹹甜飯，好麼？